伫老底的乐高座顶，客家6号25米道路，嘛是客家都市计划外环道路的最后一段，特别正式动土。会中侪侪乡亲拢到场以地方办喜事的心情做伙来见证。市长吴益拓、国土管理署署长吴新修甲地方民代共同上香祈福，包括中央补助3亿3000多万，甲地方的自筹款总共4亿2000多万。嘛，因为工程一并进行区域的排水治理，省钱省工。动土以后，预计明年底得当完成。再加起人遐中间无排水，所以咱伤寒嘛，做伙做。较避免讲路做好了，搁停乌一遍要做伤寒所以这个真感谢吼，安尼设计起来省工、省时间、搁省本钱、搁省搁好搁较便利。你若路无做排水吼，水毋是因伫边仔的残去，就是无着破坏路面。共同来监工，希望明年10月上好是以前拢会当如期如职来完工。就徛伫咱隔壁的咸水啊，我遮嘛做接出入，所以。我嘛知影这条路的真重要，所以这条但阮真紧的，就列入去咱生活款来申请补助。第二呢，就是咱因为附近咱这个农地地势较低，较敖食水，所以但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呢，市府也有发现讲，是毋是借这个机会，甲咱这个雨水的伤寒做伙夹过来做，所以呢，整个加起来都毋是像头拄仔讲的这个。2亿7伊已经超过4亿将近4亿3，阮树林呢补助3亿3，所以呢，这个案呢，咱是希望讲做好，毋定有一个新的这个大宽道的这个路线，上重要就是讲，伊搁后壁会当解决咱附近的饮水的问题。这条道路开辟以后，除了平面车流量全部拢进入客家市区，造成市区塞车，更当快速串联将军、北门等对外交通，对着未来发展相当要紧。当然，面对时间过程的无方便，嘛毋望乡亲会当体谅配合。咱的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